以下咧兩種動物，邊種動物快啲？一老虎，二獅子。跑得快，我會估老虎，因為老虎係會攻擊人，所以老虎快啲。咁但係人係比較慢啊嘛。獅子要攻擊嗰啲野生嘅動物，結果係獅子啊，係啦，80公里 per hour，老虎就60隻。下一個喵喵定係狗仔咧？狗仔，哇！佢追波追得幾鬼快，唉，好嘢，真係狗仔嘅狗啦，最快速度72個 kilometer per hour 啊，貓仔咧就係48。跟住，咦呢個你猜過啊？之前花炮定係獵炮？同一樣嘢嚟嘅，花炮。冇錯，係獵炮。獵炮咧去到104 kilometer per hour，個花炮咧得58嘅啫。跟住狐狸定係狼？狼，因為狼係獵食，狐狸唔使打獵嘅，啲食物自己飛入佢個口度嘅。最後答案係狐狸，68 kilometer per hour， 咁就 versus 60。因為狐狸單獨行動，即係狼咧係圍毆，撻住個火機，慢慢成班人行出嚟咁。跟住大笨象長頸鹿，我就諗緊腳長啲會唔會快啲？我估大笨象。又錯。長腿係快啲嘅，60對40。最後一個老鼠定係家鼠？家鼠，因為成日俾人打噶嘛。被拖鞋係啱嘅，係15 versus 13。長知識長知識。Good list。